台中有一位金仔店的头家，用43年的时间收藏500多台电影机仔，和电影相片佮有底片，希望会当成立电影文物博物馆。这件代志，互导演李建成知影了后，就专工替伊翕一块纪录片，合作收藏电影的人，咱做回来欣赏。这支片是1895年卢米埃伫法国所放的全世界第一支片啊！因为大家看到拢是数位版的，但我有这份来教学。用以前的机仔来放较早的影片，放影片的这个人，佮收藏500多台电影机仔。伊讲这是伊的使命，希望会当保存台湾珍贵的电影历史。差不多在1904年的时阵，迄阵啊，卢米埃利用的物件我即马阁有留着，包括民国20几年的剧照啦，甲咱台湾第一部四边去甲王宝钏的剧照嘛，去我收着。可能就会可以借由这些影片，借由这些照片，重新去思索说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去做什么事情。对，那用这些影像跟这些记录的话，它可以培养出在地人的文化自信。翕再回来北京的导演李建成，当初因为机器需要修理，透过朋友的绍介认捌张仁文，知影伊对电影的热情了后，唔但翕这支纪录片，阁希望甲伊斗相共成立电影博物馆。1895年开始，卢米埃他们在这个法国放映了全世界的第一部电影。从这个整个历史开始，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展出，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有这个民间企业家，或者是说这个基金会可以支持我们。本身是家己人的张仁文，高中的时阵受到老师的鼓励，家己去学习电影机仔的制作甲原理，而且后来阁学会晓拍金马的功夫，所以电影机仔找无零件的时阵，伊就家己来做。足侪人摕电影机仔来讲。这零件无要安啦，不要紧。我用拍金仔的技术来做零件。为着要让人知影电影文物的重要，因专工来大南放这出纪录片。张立文表示，趁这个宣传电影博物馆的机会，嘛来感谢老师当初的牵绳。看到这个影像，原来爸爸妈妈时代是看到这些画面。他们就会很有感触，然后进而然的引发他们兴趣。当然啦，他们就会开始投入在这一块圈子里头，我觉得很好，也可以达到传承，然后又可以达到保存的意义。导演李建成表示，张仁文的坚持替台湾电影文化保留真侪重要的物件，所以才会翕这出纪录片。未来希望会当伫电视台来放送，让社会各界知影电影历史的重要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